台中这位年纪上大的西药子的病患是100岁的人瑞张阿嬷，因为心脏病影响到喘气，甲医生讨论了后，阿嬷家己决定买西药子来治疗，一礼拜洗2摆，改善到呼吸喘甲失眠，即摆逐工拢过甲真舒适。早起，这病院专工帮阿嬷来做100岁生日。 大细心等的张阿嬷看起来精神袂歹，嘛无出现吐的副作用，真无简单。伊今年已经100岁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有啦，真欢喜啦。年纪上大的洗肾患者，还阁真了有精神，互医师感觉难得的是，阿嬷家己决定要洗肾的，要勇敢的治疗心脏引起的呼吸问题。 我们告诉他，这样子的医疗可以让他后续的这个生活品质能够得到改善，那呼吸能够好好呼吸。那阿嬷能够完全了解之后，他自己下了这个治疗。医师讲，真侪患者感觉西药剂只会当延续生命，是无效医疗行为。不过，其实真侪病患洗肾了后，生活品质更加好。只要甲医师讨论选择适合的疗程，都会当像100岁人瑞张阿嬷同款，欢喜过日，嘛真有活力。